爱哥哥。振霞妹妹，你就别难过了。我原是要到府上吊唁的，可是被贝勒爷给拦下了。我知道霞儿和林姑娘最要好，前几天听到信儿，一时整天的哭个没完。到了那边，我真怕她哭死了，不如缓一缓。嗨，其实不必去吊唁，林妹妹没死啊。可我等了她好几天了，她也不回来，很怕她出这趟远门会走错了路。秦兄弟，府上来报信的人说，别听他们的，我和林妹妹有约定，林妹妹不会死的。他们不知道，所以说林妹妹死了。那林姐姐会在哪儿呢？你先坐。我想过了，若是寻常的迷路，总能摸索着找回来的。可我就怕她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比如冥间。阎王爷不知道林妹妹是仙女，把她给留在那儿了，所以我得想个法子，告诉阎王爷一声，把我林妹妹给放回来，也让妹妹知道我和姐姐妹妹们都在等她。秦兄弟，秦兄弟，啊，你准备怎么做啊？这就是为何我要来找你们。我想借贵府那个戏班子一用。为何要借戏班子呀？上回我和林妹妹送你来跟贝勒爷大婚那天，看了你府上的戏班子演的《牡丹亭》《惊梦》一折，林妹妹和我都说那戏好，便向赵强讨了本子回去看。其实林妹妹比我看得仔细，我只是大略知道，这出戏的23折是明判，我想把本子稍微改一改，把戏中人换成林妹妹。演出时，你们可别生气啊。我想请启玉姐姐施点佛法，把戏里的消息给他们送过去。你们不知道，启玉姐原来道行很高超的。前不久我丢了玉，她掐算了一番，告诉我的特有道理。哎呀，爱哥哥，那些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，这个你也信啊？别人糊弄我，我看得出来。启玉姐却是从来不糊弄人。爱哥哥，霞儿，来，秦兄弟。秦兄弟啊，我觉得吧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这就去把赵强给你找来。我也要问问他排没排演过明判一折。好。霞儿。啊。走，你跟我出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也真是的，你没听秦哥说的都是痴呆话，你倒好，还都顺着他。就得顺着他才好。林姑娘已经死了，这个事实她接受不了，所以才会生出这个妄念。这个妄念不除的话，谁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的。所以呀，她要戏班子，给她；她要演戏，也由着她。一旦她该做的都做了，林姑娘还是不见回来，她才会真正的死心。二叔，贝勒爷都跟我说过了，谁成想秦二叔您来的还真是巧。上回排这戏，这《牡丹亭》也就排了半部，如今是全乎了。二叔您要点哪一出，告诉我，我让他们给您演就是了。有劳各位老板了，可曾排演过明判一折？有的，您稍等。来。这不是灵官吗？
这女鬼倒有几分眼善，看见了好当的一见听。这是奇观，他演的不是柳梦梅吗？二叔，您有所不知，在这明判一折戏里，阎王的戏很吃功夫，所以只好辛苦他，2个角儿都是他来演。好，好，真好，这词儿也好。荡地惊天，女俊才，好像说的就是我林妹妹。难道妹妹她真个走错了路？二叔，哎，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我听贝勒爷说，二叔想让我们去咱家府上过场。是。有劳奇官，有劳灵官，有劳各位老板。咱们家园子也有个梨香院，排戏、吃住都不成问题。二爷，咱们知道。是，那原是你老家呀。请贝勒爷安，请少奶奶安。哎，双儿姐姐怎么过来了？二爷不用问我为什么来，是太太着急了，怕二爷累着，让我带着轿子来接二爷。那感情好，不知来了多少轿子，可装得下这许多老板吗？哟，这可没想到。二爷，你要他们跟咱们回去啊？我看你别痴心妄想。没法子了，我只带了1顶轿子来。秦兄弟是跟你开玩笑呢。秦兄弟，你想想看，在我这里还能够缺轿子不成吗？这样，你就去准备一下，回头我请秦兄弟用过饭，你们就跟他一起走。哎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二叔，哎，明判一折，生旦净末丑都到了。啊，麻烦诸位了。您客气。我要将此戏的明判一折略加改动，不知各位可帮忙否？也没什么改不得的，只要二爷改得有道理。这戏原本就毫无道理，如何能改得有道理？二爷的话，真叫咱们不懂了。哎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在座诸位都能听懂。这戏里的杜丽娘在梦中与情人幽会，因春感情，遇秋成恨，偷妻密约，结成秦晋。这在儒家卫道士那里，那是不守人伦之罪，把那个情字给打杀了，这才是正当。然此句却反其道而行之。杜丽娘和她的情人情思梦里，为他缠绵枕席，即便埋骨幽泉，仍是一灵咬住，追寻不已。所以此句才有了明判一折，让那杜丽娘虽误入冥界，却又被阎王爷给放生了。那阎王爷为何要这么做？起初，那阎王爷瞅着杜丽娘，觉得她不像是个女鬼，于是让杜丽娘家后花园的花神前来问讯。春落魄，山乡一曲女流魂。老判尽了，这女鬼言道，乃一梦而亡，可有此事？其判也，这女子乃目色而亡。阎王爷听了这话，虽然惊奇，也就信了。于是呢，放她还阳，与梦中情人去完婚。欲火天干柴，铁流带洒天山在，不被雨打。
天地白，一人你魂魄起来，感受到那不管心圆梦。如此可见，这阎王倒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。若他也是个卫道士，自肆汪洋，若有为傲，未存天理，先灭人欲，那这出戏就没了。所以说这戏呀，以情隔理，却是此剧之魂。其实那个阎王，他也是个懂情的，要不然哪里来的起死回生这个词啊？阴阳两界哪个能不讲情啊？这样吧，强哥，我看让大家先歇息着，我把本子略作修改，咱们就排演起来。啊，即使来了，咱们全听二叔的。那好。好什么好？简直是胡闹！请太太安。太太，母亲如何来了？你这么胡闹，我能不来吗？我哪里胡闹了？既是成了家，你不去住新房，先是住萧玉馆，如今又要搬回怡红院去住，还把这关闭多时的梨香院给开了，要排什么鬼戏？你这还不是胡闹吗？母亲，你有所不知，林妹妹她没有死，她是住口！我知道你是病了，可我也不能由着你这么胡闹。双儿，太太，你们几个把宝琴带回新房。是。等等，不等。太太息怒啊，一切都是儿媳的错。儿媳若是在这里，事情就不必劳驾太太亲自来处置了。你既然来了，那好，你就处置吧。是。宝琴，我知道，你在这里排演此戏，是要疏解心头的郁积之气。林妹妹死了，她没死了，就是死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这一点，太太比咱们都看得明白。你也不能总是这么固执，老是林妹妹的。你我新婚，你却总是为他人用气，你让我情何以堪？母亲生你的气，大抵倒是为了我这个儿媳不平，希望你能懂点事。可是，你要用排戏的法子来疏解心头的郁积之气，这对缓解你的病情也是有好处的。其实，你只要把这好处向太太说清楚了，太太又如何能不准你排戏？太太，宝琴向李王府的贝勒爷借了戏班子来排戏，其实就是为了这个。他的病，就是心里头有郁积，您就容他排排戏、看看戏，走走神儿，对他的病情总归是有益无害啊。就请太太准了他吧。就是母亲，你总说我糊涂，可排戏的时候我一点不糊涂。你给我住口！君儿，真像你说的，其实我打心里头，还真就是为了你。你俩刚成了亲，他就搬到外头来住，整天不回家，这像什么样子吗？儿媳多谢太太，可如今宝琴既是病着，他有这个疏解病情的法子，儿媳的意思就先由着他，等他的病好了，儿媳立刻就催着他搬回去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不用太太说，儿媳自有让他偿还我的法子。好，我就知道你是有法子的。那好吧，就听你的。可我跟你说啊，别得寸进尺，
没几天又给我折腾出事儿来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我们走吧。薛姐姐，多亏了你来，不然我可真麻烦了。你麻烦不麻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薛姐姐总归是向着我的。你可别这么说。以前我向着你，自有我向着你的道理。可是如今，你我新婚，你倒整天在外头给你的林妹妹招魂。我若还是向着你，岂不是我自个儿太不自尊自重了？所以，我刚才对太太说的那些话，其实倒是为了我自己的脸面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哎，薛姐姐，薛姐姐，我只要把林妹妹换回来，我就回家。林妹妹，你快回来吧！你若是还不回来，我就把所有的姐姐妹妹都得罪了。赶快回来吧，赶快回来吧！平儿，平儿，太好了，总算看到你活过来了。是哪个都是，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是你救了我，不是我，还能有哪个？你如何知道我要去哪里？起初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，不过就那么一会儿，我突然想到那回，我听到你跟枕霞一起吟诗，冷月葬花魂，我深深地记住了，再也忘不掉。所以那婆子说你竟然丢了，我就想到你会去那里。真是我的知己，立刻就想到我会到哪里去死。若不是知己，不仅想不到，根本就不会那么想。可我既是想到了，我自然就会多事。住持，林姑娘的衣服。幸亏我去得及时，救你上来时，你看样子像是死过去了。可我知道，你不会死。你下水救的我，我知道，你太爱干净，所以我就亲自下了水救你。我的衣裳带回来了，我赶紧把你弄回来，好救你的命。多事，我说你多事。就是多事，可你的命能捡回来也着实不容易。你身子太弱了，我这里的药差不多都用上了。你不必摆你的好，我没想谢你。我也用不着你谢，出家人没有见死不救的。没想让你救，那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了。怎么？你不问问他的事儿？我已经是死人了，谁的事都跟我没关系。禀主持，秦二爷请见。知道了，是。那你是先不见他了？不见，不见。我永远不会再见他。那我见了他，我怎么说？反正我死了，随你怎么说，都与我无关。如今除了我这里，府里人没有人知道你还活着。可宝琴既是亲自来了，我如何还能骗他呢？我死了，他能怎样？我活着，他又能怎样？
还是原来的我？可抱歉，还是原来的抱歉吗？我既不是原来的我，那我活着死了，对他又有什么意思？先缓缓，再让他知道也好。听说他近来更风痴了，若是知道你还活着，真不知又闹出什么事来。宝琴，哎，齐姐姐，我是来请你帮忙的。秦二爷如今是有家室的人，无论什么事，家里头都会有人帮着，怕是再用不着我们了。家里头？齐姐姐说的是薛姐姐？哪个还能称她薛姐姐？现在，该尊称秦二奶奶才是。这几天啊，还真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说。薛姐姐，秦二奶奶，难道是两个人？他俩呀，若是有什么不一样，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。其实这些日子，我也没怎么见着他。怎么会？听说那天新房那边好热闹的。听齐姐姐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那么一处新房，可我没怎么住。薛姐姐更是没住过一天。那你住哪儿了？林妹妹那儿。你怎么住在林姑娘那儿？嘘，那天我林妹妹回来了，你可不能告诉她。回来？她不是走了？林妹妹走了，也没告诉我一声，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这几日我就住在她那儿，就为了能在梦里见到她，好知晓她的去处。千山万水，她走到哪儿，我都会去找她。你可见到她了？在梦里？没有。妹妹定然是生我气了，偏偏要躲着我，藏起来，让我找不到。那你为何又找到我这里来？我怕林妹妹她走错了路，走到了冥府。妹妹是仙女，阎王爷不会收留她，可阎王爷不知道。妹妹嫌阎王爷长得丑，不爱搭理她，她一生气，把林妹妹留在那里住下也说不定。所以我想告诉她，把我林妹妹给放回来。可你如何跟阎王说？就是说了，阎王又如何会知道？齐姐姐不知道，可林妹妹是知道的呀。牡丹亭里的戏呀，有一折叫明判，说的就是那戏里的人到了阎王那儿，阎王又给放回阳间的事情。我呀，就想把那戏里边那个人换成我林妹妹。若是她真走到了冥府，阎王看到了她，定然就像戏里头一样，把我林妹妹放回来。这么说，演的冥府那里都能见得着？这就是我来请姐姐帮忙的事情啊。我想把戏台子搭在姐姐的安门外，我这边演着，姐姐一边就使点法术，把戏里头演的这个事情传过去。这等事，其实连我自己都是不信的。可我信。七姐姐，求你千万帮我这个忙。我林妹妹真是到了那边，又跟那边闹了误会，把我林妹妹留在那儿，那我可就真该死了。既然你这么相信，倒也不妨试试。或许我把信儿送过去，她就真回来了。谢谢七姐姐，谢谢。
你是诚心气我不是？我不要怎么着，你偏要怎么着？我哪敢气你啊！我不过是印证你的话，我是个多事的，可我也要让人们知道，我还真是个有道行的。他在这里演戏，我在这里施法，让阎王爷把你给送回来。这不，你还真就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齐大仙，人们还不把金子银子啊都往我这里送。真没想到，齐姐姐也是个势利的。我就势利了，我既救了你，你拿什么来回报我？谅你也没什么，自个儿连点嫁妆都拿不出，还不就因为这个，你进不了人家的门儿？你救我做什么？你既救了我，偏要来气我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我不管，他就是来演戏，你也不能告诉他我还活着。好好好，我不告诉他，你是死是活，日后你亲口对他说好了。不成，你就是施了法，我也不能活。这可就显示不出我的佛法高强了。什么佛法高强，装神弄鬼罢了。真是没用，要你去办个事儿就这么难吗？不过使些银子罢了，如何就办不成？江姨娘，我是拿着银子去了，可那边管事的真是不好说话呀。他不好说话，银子也不好说话吗？银子是我的，你尽管去使，只要能救龙儿出来，多少我都舍得。你还不快去呀你！那我快去呀！我再去试试。夫人，啊，好家伙，还真没见过你这样过。还不是科儿，要救我龙儿的命，舍不得花大钱怎么成？可他就是舍不得。我来，其实也就是个钱字。君儿嫁过去之前，咱姐俩可是有个协议的。我的好妹妹，你没看我这个样子？我看到了，可我那头的事情，你也得顾着点嘛。顾不上了，我的龙儿杀了人，是个死罪。我这刚把他这死罪花了20万两银子，这才弄成个缓。可衙门那边说了，要把他弄出监牢。上下使钱，至少还得20万。好姐姐，为龙儿使钱，那是应当的。可咱们两姐妹的约定，你总得顾念些。上回我就说了，我那边若是垮了，这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啊！什么损呀荣啊！我是一概管不了了。跟你说，我如今上下腾挪，也只有这40万两银子，如今已经花了20万，剩下的这20万还不知道使出去够不够。你也用不着跟我这儿花言巧语，想从我这里扣出1两银子，怕也不能够了。哎，你跟你说，我这里已是焦头烂额，自顾不暇。如今想想，我把君儿放到你家去，原本就是个错误。若是我的君儿在这里帮我，我还会受这种罪吗？你就知足吧，我的好妹妹。姐姐，姐姐，哎，总要有个法子才好。如果实在不成，也只好变卖家产了。要是弄成那样，这个家可就真毁了。我倒是有个刁钻些的法子，至少能抓到荣哥。那好啊，那笔罪产不就有着落了？秦老爷再主持一回族人会议，让右大爷装死，放出风去。我还是怀疑荣哥就藏在郑家庄那儿，那就多派些人到那边去嚷嚷。荣哥这个小混蛋，我就不信他爹死了，他
他都不回来奔丧。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？管他是蛇是老鼠，就是要他露头。这事儿嘛，先要赵天佑同意装死，抓他儿子。可我一直疑心藏匿那笔罪产，荣哥没那么大胆子，他也不是个敢担当的。恐怕背后支持他的就是赵天佑。果真如此，他如何会赞成装死抓他儿子？所以老爷要开族人会议，逼迫佑大爷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如今，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个死了，剩下的也活不成。咱家大老爷虽然糊涂不管事儿，可还不至于糊涂到不知死活的地步吧？我看老爷可以跟大老爷联手，一起逼迫佑大爷，就是让他知道，他今日若不装死，明日就会真死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他若是捣蛋，我就有法子让他就范。什么？让我装死？我绝不同意。是你儿子吞了那笔李家罪产，还连带着整个家族，让你装回死人，用这个法子把你儿子骗回来，把这罪产呢交给朝廷，从此大家就安生了。你还别不知趣儿，你等着杀你的头啊！杀好了，我的头拿去，让我给自家儿子挖坑，亲手埋葬我儿子，你们休想！赵天佑啊，荣哥藏匿罪产的事儿，你是不是知情？或者，竟是你指使的？哎呀，好二叔啊，我会那么做吗？我是那么不知审慎吗？那你既不知情，且未曾指使，你怕什么？我让荣哥回来，把罪产交出来，你岂不就立了大功？到时候我上个折子给皇上，你或者还能升官。别介！二叔大恩大德，侄儿不敢领受，让我拿儿子的血染我头上的红顶子，那我还是个人吗？哎，你可别不知轻重，你保你儿子，到时候死的不止你一个，还得拖累我们。我才不管别个，让我出卖儿子，我不干！你不干，不干也得干！佑大爷真是好胆气啊！好，京堂大人，京堂大人，哎呀，不敢当。京堂大人，请坐。学生不敢，恩师请上座。请。这些日子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我是琢磨来琢磨去的，却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今天，特地来请教佑大爷。不敢当。京堂大人不耻下问，卑职愧不敢当。这句话说的是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来。佑大爷，你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吧？京堂大人还真是问着了。自从京堂大人奉上谕来我圣公府查缴李家罪产，虽说大人看我二叔的面子已是网开一面，可我顺公府上下已然是不可随便出入啊。我呢，也只好深居简出，不敢给京堂大人添麻烦哟。所以啊，大人要问的那句话，哼，我还真是好生想过。哦，那就请教了。既然早晚是个死，与其奴颜婢膝，不如安之若泰。好，佑大爷倒真是个有骨气的。其实这些日子，贵府上的有些事情，本官也看得明白些了。可这都多少日子过去了，荣哥不见踪影，罪产无日上缴，我这个奉上谕专办此案的官员也难啊。尤大爷，您知道我难在哪儿吗？此案蒙皇恩浩荡，也是贤德妃在宫里鼎力为自家父母、为赵氏家族遮阴挡雨的功德啊。
可让本官纠结的事情就是，既有浩荡之皇恩，又有德妃荫庇，皇上却从来没说过这案子算了，不必再办了，本官还得在这儿待着，案子还得照办下去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所以本官渐渐就明白了，皇上的意思就是，既以恩泽贵府，贵府必得报恩。若是知恩不报，皇上的恩德屡屡落空，恐怕这后果是不会如此美妙。恩师啊，这意思学生不敢专有，恐怕恩师您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所以当恩师对学生说，想出了一个请君入梦的法子，请右大爷屈尊装一回死人，把荣格尔给引出来，抓住他，审出罪产所在，从此此案一了百了。惊堂大人怕是没想到，这个不赞成者是本人。本官确实是没想到，右大爷竟是如此不知轻重啊！你放肆！我是皇上亲封的世袭3品威烈将军，论品质，你赵石飞也不过是个5品的官儿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没有亲命，本官是不敢对右大爷怎么样。可本官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不过就是出把子力气，帮着我的恩师和大老爷，请右大爷委屈的死一回。你敢？虽说你的官品比我的大，可本官的腰杆子就比右大爷的硬多了。再说了，你的3品乃世袭而来，手下没有一个官差，说白了不过是个虚衔。本官这个5品倒是实打实的大理寺堂官，就是右大爷也得屈尊叫我一声惊堂大人。所以本官有恃无恐，只好得罪了。来人！你们要做什么？在！给我将赵天佑严加看管，至顺公府传本官口讯：右大爷死了，顺公府上下大办丧事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你走，大伯、二叔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快点啊，动作都麻利点，吊唁的人马上就过来了啊！是，好，来，都快点啊！手脚都麻利点。好，好嘞。来，那边快点。好嘞。张公府张大人到。张大人，节哀。王爷，强哥，你是怎么了？是小的伯父右大爷的，他没了。赵天佑，年龄不大，怎么就会走了呢？天一转亮，伯父竟然咳嗽起来，治也治不住。大夫说是上了肺阴，也用了药了，竟是不管用。伯父他就这么走了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是婶婶跟小侄说，李王爷对咱顺公府有大恩德，右大爷生前最爱戴的，也只有李王爷您一个。右大爷膝下虽有亲生儿子，那荣哥却直到今日也不见踪影，所以婶婶说，给王爷包宴的差事，也只好由小侄前来。我这就派程儿跟你去。